在神看一个人，无论是伟大还是渺小，他只要能够听神的话，顺服神的吩咐与托付，能够配合神的做工，配合神的旨意、神的计划，达到让神的旨意、让神的计划得以畅通、得以成就。这样的行为在神那儿是值得神纪念的，是配接受神祝福的，是配接受神祝福的。神宝爱这样的人，也珍惜人这样的行为，珍惜人对神的这份情、这份心，这是神的态度。在神看一个人，无论是伟大还是渺小，他只要能够听神的话，顺服神的吩咐与托付，能够配合神的做工，配合神的旨意、神的计划，达到让神的旨意、让神的计划得以畅通、得以成就。这样的行为在神那儿是值得神纪念的，是配接受神祝福的，是配接受神祝福的。神宝爱这样的人，也珍惜人这样的行为，珍惜人对神的这份情、这份心，这是神的态度。这样的行为在神那儿是值得神纪念的，是配接受神祝福的，是配接受神祝福的。神宝爱这样的人，也珍惜人这样的行为，珍惜人对神的这份情、这份心，这是神的态度。